歡迎大家嚟到盧光輝紀念學校。今日係我哋學校嘅開放日，有好多嘢玩，好多嘢學㗎。今日係探索智能科技開放日，主題環繞 STEAM、AI 同埋英語學習。透過講座、學生同埋舊生分享，仲有各項嘅攤位遊戲，去展示我哋校本英語同埋 STEAM 學科嘅課程。我哋仲有展示點樣透過 AI 嘅技術去提升教學效能，促進學生嘅學習。學校嘅 STEAM 跨學科學習課程融合咗中華文化嘅元素，透過多元化嘅探究式學習活動，讓同學運用跨學科嘅知識去解決日常生活中嘅問題，從而提升同學嘅創造力、解決問題、運用資訊科技、溝通、協作等等嘅共通能力。與此同時，亦都可以加深同學對中國傳統文化嘅認識，培養國民身份認同同埋正確嘅價值觀。本校致力推動多元化英語學習體驗，當中包括為1至3年級嘅學生度身設計嘅原創英語音樂劇課程。學生將透過戲劇活動學習多種表達嘅元素。此外，我哋亦都設立咗英語大使服務團隊，係由本校4至6年級學生擔任英語學習嘅引導者，同1至3年級嘅學弟學妹進行英語故事伴讀活動。而為咗俾學生獲得更加多英語閱讀嘅機會，本校特別引入咗專業嘅英語閱讀系統。我哋更加積極引入人工智能嘅元素，透過 AI 系統即時分析佢哋嘅朗讀表現，協助學生掌握發音嘅準確度。為咗擴闊學生國際嘅視野，本校每年都會安排海外學習交流活動嘅，地點包括加拿大、新加坡以及今年啱啱完成嘅杜拜文化體驗之旅。透過沉浸式語言嘅環境同埋跨文化交流，學生唔單止能夠提升英語能力，更加能夠親身體驗世界各地嘅文化多樣性，培養全球視野。大家好，我係2019年嘅畢業生，叫李振滔。我而家就讀香港中文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。喺小學呢6年之間，其實我都學到好多嘢嘅。咁我唔單止學到書本上好豐富嘅知識之外，更加重要嘅係我學習到紀律、信心、正向思維，仲有待人接物嘅技巧。呢啲咁寶貴嘅經歷都有助我喺中學可以更加有信心、更加堅定地去面對一切接踵而嚟嘅困難同挑戰。大家好啊！我係2019年度嘅畢業生，我叫梁佩瑩，今年就讀於香港大學嘅文學士。咁其實喺呢一度學習，除咗係專注於學術之外，學校亦都俾咗好多機會俾我哋嘗試唔同嘅有趣嘅學習模式。例如係我哋學校會有好多STEM 嘅課程，同埋可以有一啲創科嘅比賽，但我哋學生參加，我覺得係好好咁樣可以俾我哋從小學習迎難而上，同埋一啲團隊合作嘅精神。學校亦都好注重於一啲音樂、體育同埋藝術嘅發展。總括而言，我覺得呢一度除咗係俾我發掘咗好多唔同嘅興趣同埋潛能之外，亦都鍛鍊到我嘅思維同埋解難能力。我係2019年嘅畢業生鄧子瑤，而家就讀於香港中文大學。最令我印象深刻嘅就係呢度老師對我升中時候嘅全力支援。咁老師除咗會教我哋點樣寫好自己份個人履歷，更加會準備一啲面試技巧俾我哋。好多師兄師姐都順利升讀 Band 1嘅中學，就好似我咁。我係2223年嘅畢業生，而家喺林護紀念中學讀緊中3。我仲記得讀小學嘅時候，學校為咗令我哋嘅英文學得更加好，推出咗英文閱讀嘅分級制度。對於唔同程度嘅學生，老師都會細心指導，照顧到每一個學生嘅需要。正因為我小學時候嘅英文基礎打得好，所以就算而家喺以英文教學為主嘅中學讀書，都唔會覺得有壓力。我印象最深刻佢嗰個表演啦，都好有自信。咁學校咧都可以訓練到佢哋一個好有信心、好有自信咁樣咧 present 俾大家睇咁樣。其實都感受到學校咧就係 Happy School 嘅，係一個帶俾歡樂嘅小朋友嚟嘅。可以體驗多啲唔同嘅嘢啦，冇咁死咕咕啦，開心啲啦，對佢日後成長。
啲活動好 AI 化，嗰啲小朋友咧會集中啲去學嘢咯。同埋呢間學校咁嗰啲老師同啲家長咧，即係好親切咯，好照顧啲小朋友咯。我覺得呢間學校呢樣嘢最好。